有冇複式情結嘅朋友？今日咧，阿珍睇嘅呢套屋苑咧就係複式嘅啦。總共咧房間正面積83個平方，上下兩層樓加起嚟嘅話有差唔多有160個平方。入門咧就係一整排鞋櫃，好大，加埋咁大個右花園。右手邊咧就好方便嘅一個洗手間嘅位置，洗手間嘅話都好大嘅，差唔多有5個方。然之後樓梯間咧，佢就做咗一個雜物房嘅位置，整個挑高空間有5.8米，完完全全可以做到2層樓，非常之靚噶啦，富麗堂皇嘅裝修。呢個裝修啦，業主之前都花咗差唔多25萬噶喎，所以話到時候直接可以拎包入住，家私家電全部送埋。嚟到呢度咧，一整排嘅酒櫃嘅位置，呢度就餐廳啦。呢個陽台咧就係朝東南方向嘅，整個陽台咧有差唔多6米啦，好長。平時種個花草啊、飲下茶啊都得嘅。咁我哋上嚟2樓睇下，廚房都好大咯，中西相處都得噶啦。然之後呢套屋苑咧就位於我哋惠陽最中心嘅位置，天虹斜對面嘅呢個盛事翡翠啦，上嚟2樓咧就有3個房間，呢度有一個公共洗手間位置，呢度咧你就可以再嗰個主人房啦。然之後咧呢2個房咧，呢個房你平時就可以做下書房啊，或者設計一個榻榻米都得嘅，睇下你自己嘅屋苑需求啦，係嘛？然之後呢個屋苑咧呢個房咧業主就要稍微裝扮咗一下。如果你平時中意複式嘅話，呢套屋咧不妨可以過嚟睇一下喎。58萬3房2廳，業主都裝修花咗20幾萬，所以話呢套毛坯先至30嚟萬，真係好平，筍盤嚟嘅。如果你對呢套屋苑咧有興趣嘅話，歡迎留言私信我。